嫌犯林瑞祥涉嫌伫咧网络顶头卖毒品，顶年伊伫咧做外交替代役期间呢，过境美国去放掠起来。经过纽约联邦法院的审理，以分销毒品洗钱顶罪，重判30年。出到了后，佫要监管5年，也不收上亿美金的自杀。 讲出连登的英文，也是外交替代役的林瑞祥，派驻友邦圣露西亚获释，就伫退伍进前请假过境美国，突然被执法机关查落来，佮互扣上卖毒罪名。这个案经过纽约联邦法院审理，伫美东时间初3宣判，以分销毒品顶罪重判30年徒刑，出狱了后，佮受5年监管，也没收9亿美金资产。我觉得法官考量到这次的犯罪规模可能是影响层面很大，加上毒品芬太尼本来现在就是川普政府正在打击的重点犯罪，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至于日后监督5年，可能在居住地或者是工作上的选择，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这个要求。19-20多岁，化成非法电商，伫暗网主导毒品交易平台无痕市场，促成64万被超过1吨的毒品买卖，影响数十万家庭。搁较未掺有毒品芬太尼的药品，造成至少1人死亡。那安尼，根据法定文件，林瑞祥也奉押出偷摕用户的存款，佮以公布告知作为手段向用户恐吓讨钱。林瑞祥伫海外被判刑，8检由原继续调查，也已经对伊发布通缉。不过后手的相关侦办暂时向美国联系，调出案件资料。8检回应由承办检察官看案件侦办需要来处理。那这个人还是要回到台湾啊？那台湾他刑法效力急啊，他本来就是在台湾犯罪啊，你还是要对他侦查起诉啊，你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你不能一问三不知啊，你要很积极的跟美国作为一个刑事司法的互助啦。林瑞祥犯下万国公罪，将来警方回台，一定面临咱国司法机关的侦查甲审理。不过，专案甲泰铢集团案，连续2个案件，拢伫美国寄光了后，咱国才将案，或者近期是新型科技的跨国犯罪愈来愈猖狂，加上所谓货币流通，并变做洗钱管道，相关单位爱重视，未来爱提升科技侦查量能，对外强化国际合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